呢度就係重陽老街，但我感覺好多店都冇開。現在是北京時間中午12點整。是的，而家就係中午12點整。離開咗重陽老街之後呢，我就嚟到咗重陽嘅皇家大院啦。重陽皇家大院嘅門廳呢，亦都稱為前院，係皇家大院嘅重要組成部分。門廳嘅建築結構呢，複雜而精美，有麒麟送子，寓意人丁興旺、兒孫滿堂；鳳穿牡丹，寓意典雅高貴、吉祥富裕；雙龍報雨，寓意風調雨順、五穀豐登；如躍龍門，寓意青雲直上、金榜題名。百壽廳呢個名呢，係嚟源於廳內木雕建築均以壽字為主題。喺牛腿同雀體上面呢，共雕刻咗204個篆體壽字，每個字嘅筆法都唔相同㗎，展現咗精湛嘅工藝同埋藝術創造力。中院武記樓為1進5開間嘅三合院，俗稱五間，都係皇家大院最早嘅建築。窗格中鑲嵌孩童嬉耍圖，或倒立，或雜技，或練武術，或點鞭炮，故稱武記樓，寓意多子多孫，香火綿延。梅蘭竹菊軒後院係並排嘅梅蘭軒同竹蘭軒，為1進3開間嘅三合院，俗稱三間。第二日呢，我就同我嘅旅遊搭子去咗重陽園裏面幾個比較有名嘅古村落，分別係陳家鋪、有田、松莊同埋楊家塘。旅遊搭子呢，係我出發去重陽園嘅前一晚喺網上搭嘅。我睇咗好多攻略都話呢，重陽嗰邊嘅古村落之間嘅公交班次都係比較少嘅，可能節假日嘅班次會相對多一啲。對於嗰啲時間比較緊嘅人呢，想一次性睇晒嗰啲比較有名嘅古村落，我建議呢都係自駕或者包車比較好嘅。我當時呢係屬於嗰種時間比較緊嘅人，所以呢就揀咗嗰啲呢時間相同嘅人一齊去拼車。關於住宿呢，我係住喺重陽嘅縣城裏邊，選擇住喺縣城呢，最主要係因為方便。行完古村落之後呢，車係直接返去縣城，瞓一晚，去車站坐車返麗水都係好方便㗎。陳家鋪嘅先鋒書店旁邊呢，有一條巷仔，係一個比較出名嘅打卡點。但我個人呢，會更加中意飛鳥集咖啡店2樓嘅大窗台，從窗出邊望過去呢，特別有意境。我哋係喺有田食中午飯嘅，食完之後呢，就直接去咗松莊。松莊最出名嘅呢，就係國家地理封面嘅古橋，但令我最深刻嘅呢，就係佢嘅祠堂，因為一入去呢，就係我最中意嘅木頭味。最後呢，係楊家塘。我哋當時到楊家塘呢，已經係4點幾啦，但係村口嘅夫妻樹呢，依舊係好多人。大概係因為著名嘅打卡地點，又或者係端午假期嘅關係。呢4個古村落呢，其實都唔大，好快就行完，但係裏邊呢，真係好舒服，會有嗰種呢心曠神怡嘅感覺。